须盘它。龙虾巨无霸，带劲儿！到，好吃。8个龙头啊！这个肉，大肉，哇！哎呦！火鸡面配10个蛋。双击感谢。玩儿，嘴大不大？开喽！进来给我上机的都是有钱人啊，即使现在不是，将来肯定都是。看这啥？大米沫，那么黑，这沫厉害。开爆！这个视频点进来就给我双击的老铁，一定是老板老板娘，即使现在不是，马上也是。来个小光头，有沫给双击，棒。沫。
5个小光头，想吃哪个点哪个来。1分钟。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给我双击的都发大财了，给我一个双击好不好？谢谢，一口菜。来一个小胖子，肥好。超肥。哎，你今天不吃八爪鱼，老铁们会给你双击吗？老铁们会给吗？换个口味啊，给个双击。猪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今天给大家做个红烧鸡翅。鸡翅两面改花刀，鸡翅冷水下锅，焯出血沫，捞出洗净。起锅烧油，油温5成热，下锅煎，煎至两面金黄。锅留底油，放葱姜八角、干辣椒，加水，加点料酒去腥，蚝油、生抽、老抽上色，盐、鸡精、13香，再来几块冰糖，放入煎好的鸡翅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它20分钟。朋友们，这是家庭版的红烧鸡翅。如果你手中还有免费的小红心，麻烦给贺姐一个，感谢支持。大火收汁儿，出锅，再来点性感的小芝麻。家庭版式红烧鸡翅已经做好了，喜欢的老铁给我个双击呗。